三脚鸟，无恁遮多甲武馆的高手啊，是安那？听到我来遮唱赌拢唔敢出来，要听甲踢车才要出就对。安那？听到我的名来，啊是安那？大家拢惊甲皮皮喘心，哈？哎呦，主人啊，安尼无代志，你晓摆，发甲大细声，你是咧创啥啦？你唔知影啦，我顶一遍吼，才伫这所在去互因一个查某囡仔甲电一个金丝丝，我这一摆吼，无安尼小甲下一个吸毒连免来用的。出来啊！对啦，爱干啊！啊，你师公，阮师傅敢真正无爱来哦？嘿啊，伊无爱来啊！伊讲啊，万不能哦，真是有啥物要紧的代志哦，甲他请，伊随时会出现。那照你安尼讲起来，我唔煞强要无希望去啊！安尼我这摊都会养过过啊咧。哎呀，主人啊，你放心啦，师公的意思是讲哦，只惊万一，唔惊一万。啊，这个小代志哦，有我伫的就好啊，安啦。那你讲安尼哦，我就小可较放心啊啦。我搁较呛，好蛋出来啊！嘘，主人啊，我甲你讲哦，小等下若有啥物代志哦，我若讲啥，你得照我意思去做哦。我知影。安那多教无够人啊吼，要多教，要多点关注。原来是你哦。我可是多一个三条六臂咧，你是也真正唔知影死活咧你啊？我唔知死活。我跟你讲哦，我的真功夫还袂奠定前，你也唔知讲我偌厉害咧。唔知死活是恁，唔是我，你知唔知？哈？口气阁真大喏，你是唔留袂记的呢？你顶回是我的手下败将呢，安那？无来讲，我甲你拼者。我本来今仔日是无要甲做人抢赌，这是你家己讨的，若袂就来单挑，头毛撮一支起来。安那？又阁要羽毛下教啊 ？Yes sir。歹势，遮无教通互你写。这无照，无照我写人。好时机的。来，你无羽毛下脚的功夫啊，会当骗过阮查某囝，无可能骗过我。来，我甲你请教两句来。来，等咧，师傅，若参与这种三脚鸟，师傅你免出马，干那倒地来甲收就好啊。对，这可以倒啊，唔免你动骹手啦。安怎？一个踢过一个，拢无人敢甲我拼就对，到底看要倒一个甲我拼，做你跳出来马紧。好时机的，你免着急，比武一定爱比，但毋过比武的规定啊。我知啦，恁的规定就是讲爱先经过这关，才会当跳上擂台，比擂台对唔对？对。知影好，那你脚尾所在。哇，好高哦！大将登入去。你戇面你，你安飞到遐悬去，较早我去你甲你接咧，啊若无你摔落去，大变肉饼。我知，多谢大家，多谢大家。哎呦，啥呀？迄乌客囝手一压，阮家长就要变关公东去了。我嘛唔知影，好时机的功夫，哪会变到这么正好？好，你莫我讲啊！我已经袂记啊，我已经无你惊伊啊！你无代无志，讲个创啥？我若我听到伊哦，我规个脚都软去。是啊，好你家仔好时机哦，伊功夫太好，飞半空中也无个。啊若无哦，阿爹，至少你找无囝。哎呦，功夫遮尔好着，那呢吼，我看迄擂台嘛免拍啦，迄个擂台主吼一定是伊啦。那呢哦，爱紧叫阮阿爹取消拍擂台的代志啊。啥？取消？但是比武招这个人，遐尔遐侪人，你要放弃，毋得看别人抢。老员话啊，这无得确哦，因为所有的人啊，拢知伊功夫遐尔厉害，绝对唔敢来比的。啊，那安尼讲起来，已经无参详的余地，我嘛一定爱嫁伊啊。哇，哎呦，阿庆啊，咱咧已经无希望啊咧。兄，啊你都已经拍输啊，你要阁有啥物希望？你这叫做吼打山填海啦。好啦，我知啦，了王工啦，好无？好，莫搁了王工，唔了王工啦。我想着吼，你叫伊比完时，伊拍赢就随走安尼。我想啊，伊这件代志已经袂记啊。迄边哪有可能啦？伊若毋是有着我的分数，伊哪就来比武？我看这样代志一定无遮尔简单啦，我开始烦恼啊啦。唔免烦恼啦，
讲时到时连长嘛，无米才煮海之苦汤，啊，你是烦恼啥？对啊，老黄啊，甲带收惊者，啊无阮就过世啊。过是，我跟你讲哦，下即边若无代志就好，啊若有3顿2底哦，最后这条钱你要开哦。甲你讲无问题就无问题，啊，恁烦恼拢加啦。跟着你哦，我就知影代志就安尼啦。哎呦，我要安怎天山我导航，百里相送。哎呀，你讲死哦！哎呦，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。这无代志啊，规场好好啦。哇啦，莫甲酒掺啦，出到恁这2个字，敢唔敢会晓甲酒掺尔？阿兄是什么人？大剑呢？敢遐简单就叫硬去配？啊，莫安尼断啦。这咧，经过安怎讲来师傅听？哦，讲起来，迄个时阵是足紧张的啦。刀架内底歌手是门口定拢总密布起来，一捆啊500-600个啦。我安尼正手害，倒手弄，头前护后壁害，安尼，嚯，一时啊尔，规阵拢叫我害天顶去。主人啊，啊你提出来哟。哟，哦，若像你安尼讲哦，敢若你足敖的呢。啊，人阮徛站边仔哦，毋知在创啥货，吼。无啦，到尾啊嘛是阮这个爱干车人顶个甲斗3工的。你可会讲实在话哦。好司机，哇哦，哇哦，来，物件放好势。好司机，我大家，我要甲你报告一个好消息啦。是什么好消息？哦，啊，阁有礼物咯。哇，是毋是要来遮甲阮提亲呢？提亲？恁误会啊啦，毋是要甲恁提亲的啦。啊，即个阮老爷吼，专程吼，叫我送礼物吼，要来互你的啦。要互我？是啦。哦，老员外叫你送遮济礼物来哦。是啊。这礼多必有诈。伊有讲啥物目的无？啊，阮老爷就讲吼，要请侯大家吼，去阮老家庄做阮老家庄的总镖头啦。啊，叫我去走桥头哦。